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4月4号要分享的是求坚固信心的印证，求坚固信心的印证。我们要读士师记第6章36到40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基甸又对上帝说：“请别向我发怒，容我再求一次，再用羊毛试一次。这一次，请使羊毛干干的，而地面都有露水。”士师记6章39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为了某一些事情祈求，来向上帝来求一些的印证。比如说你要找一个工作，上帝有一些的话语给你，或者是找一个结婚的对象啊，那你透过祷告寻求，你希望上帝能够给你有一些的印证，好证明这个工作是上帝要给你的，或者是这个对象是上帝要应许给你成为你的配偶、另一半。昨天我们谈到基甸，他找到人生的价值，被上帝呼召要来成为士师，拯救以色列的百姓，来脱离米甸人长期的这样欺压和掠夺。这是在6章34节有记载，上主的灵临到基甸，他就吹号角，召集亚比以谢族的人来跟随他。哇，圣灵充满与他同在呢。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基甸他对上主的呼召与应许，好像缺乏一些的信心。于是向上主求用羊毛干或是湿这样的一个状况来当作证据，获得他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在第一次的祈求当中，他放一些的羊毛在打麦子的麦场上，他向上帝说：如果早晨起来只有羊毛上有露水，那地面其他旁边地面是干的，那我就相信上主你要使用我。那第二次他又祈求了，刚好相反，拜托了上主我再求一次啊，你不要生气哦。这一次让羊毛是干的，然后旁边的地是湿的，是有露水。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看到，这位上帝，他的信实，他又仁慈。上主知道基甸的软弱，他需要看见上主的同在的作为，他需要看见神迹才相信。这好像是我们一般人一样的人性哦。那由于他2次求神迹，他恐怕知道这是不讨上帝喜悦的试探，所以呢，他就请求上主不要因他的请求而向他发怒。而上主便没有对基甸发怒，责备他软弱的信心，2次都应允基甸的恳求，好像基甸来保证他会与基甸同在，即他应许说征战必得胜的应许。那为何上主来容忍基甸的小信，给予他想看的印证呢？或许跟环境有关，因为上主知道以色列人经历了7年的苦难，他们受到欺压，甚至被掠夺，他们非常的贫困，
所以需要给予基甸和以色列人格外的恩典。那这是在提醒我们，当上主给我们明确的应许与方向时，其实我们应该要全然的顺服与跟从。特别是当我们有上主的灵同在时，我们应该要像第一位士师俄陀聶一样毫不疑惑，让上主来掌权。如同当年上主呼召摩西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一样那种人性，摩西也没有什么信心，然而上主是一步步来兼顾他的信心。弟兄姐妹，信心是一个过程上帝所使用的人不需要是信心强大到某一种地步，上帝才开始使用。信心是需要依靠上主来慢慢建立，是需要借由环境的操练而慢慢的增长的。其实我们对上主的信心并非立即是有时实在是我们会一直在软弱当中，需要上主的恩手来牵引着。因此信心微小不要紧怕的是失去对上主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位得胜者，是可以容许我们自己在信心上经历操练的过程，并非每一个人一开始对上主是全然的信靠。这个过程甚至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其实透过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对上主的应许如果有疑虑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求上主及他所赐的灵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相信上主的话语是我们得享平安的确据，是我们得着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一个确据。我们来默想上主应允基甸2次的所求，显出他的哪一些特性呢？你从这边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那对于基甸一再求印证，那这样的过程对我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仁慈的主啊，你虽然表明与基甸同在，但他在软弱中还是要向你求印证，以确认你拯救的应许。当我们看见你的应允成全他的要求，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也这样的一个恩待我们，因为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与包容，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与小信。我们真的恳求你所赐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确信你的应许必定成就。求你借着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相信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赎。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